曾經係80、90年代尖東夜生活地標嘅大富豪夜總會，喺2012年結業之後一直靜咗落嚟。經過10幾年沉寂，終於由財團斥資1億元，歷時18個月重新打造，變身為全新多功能娛樂場地。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BBG 預計今個月中旬正式開幕。現場所見，新場館已經掛上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門牌，不過地面入口仲圍住木板，裝修工程仍然進行緊。不過最唔同嘅係 BBG 今次唔再係夜總會，而係打造成一個適合男女老幼甚至小朋友搞生日會嘅多元娛樂空間。最矚目就係主辦單位宣布邀請咗前日本 AV 天后蒼井空出席開幕儀式同埋擔任剪彩嘉賓，同日仲會舉行蒼老師是我們的粉絲見面會同埋 DJ 電音派對。見面會定喺6月14號下晝4點舉行，票價680，而 DJ After Party 就喺當晚10點30分展開，票價480。活動主打互動，冇表演冇演講，只係同蒼井空面對面傾偈合照，絕對係零距離見女神嘅黃金機會。門票已經喺多個平台發售中，有興趣就快啲撲飛啦！想見到蒼井老師就記得 mark 低日子啦。今次報道去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影片，就記得訂閱。